博事业大会的镜头打一个招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王鹤棣。接下来有什么作品，先给你个机会安利一下，快速安利一下。大家多多关注大凤打更人，还有黑夜告白以及现在拍摄的星河入梦。快上了哈，前两个。可能吧。可能吧。好，我们这边是个轻松的互动环节。好，4个小剧场对应4个小任务，可以抽取一个你的小任务，就按随机摁一下，对，它会随机的停在一个剧场上面，会掉落一个小任务。名场面剧场，来，鹤棣可以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，你这个小任务是什么？对着镜头复刻自己的名场面。那咱可太多了。那咱就是说来哪一个呢？一时半会儿想不起来有什么名场面呀。要不要就是因为提个醒啊？刚才也说了，接下来马上就要上咱这个大凤打更人了。里面咱这角色有没有一些经典台词、名场面的，可以给我们小小的剧透一下？给大家来个许七安预告片的跳舞吧。来吧来吧。OK， 非常赤裸的表演啊。好，那谢谢弟弟，希望弟弟今天晚上玩的开心，在我们的现场，谢谢，可以去旁边备毯一下。好的。好，带着你的任务卡。好，我们再一次掌声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继续揭晓。谢谢两位，是于是。